患上媽媽手，啲手指同手腕又痛又發唔到力，但係呢種痛症咧，絕對唔係新手媽媽獨有嘅。日常生活中一啲唔正確嘅姿勢，一樣都會導致媽媽手。今晚就請嚟註冊脊醫梁啟賢同大家講多啲啊！歡迎 Benson。Benson 你好。大家好。首先想問下，其實媽媽手係一樣點樣嘅痛症嚟嘅咧？媽媽手咧，其實係一個俗稱嚟嘅，醫學嘅名稱咧叫狹窄性肌腱滑膜炎。由於咧我哋嘅大拇指外側嘅地方伸展同外展嘅肌肉啦、筋腱嘅地方咧，經常持續摩擦使用，增加咗壓力咧喺呢個滑膜，令到佢增厚，出現咗發炎同埋持續疼痛嘅情況。嚴重嘅時候咧，就算係大拇指唔喐，拇指近手腕外側呢啲地方咧，都會出現痛，從而咧減少咗手部或者係關節位置咧嘅活動能力嘅。咁新手媽媽就即係唔係淨係得媽媽先至有呢個媽媽手啦？正確嘅姿勢好重要啦。如果唔正確就會有媽媽手噶咯喎。咩叫唔正確嘅姿勢咧？係雖然媽媽手咧喺30到50歲嘅女士居多啦，因為咧佢哋經常咧去做一啲扭毛巾啊等等換片啊抱 BB 呢啲動作。咁但係咧高危人士咧其實就唔淨係局限喺媽媽身上邊嘅。一啲咧長時間嘅姿勢不良啦，例如係耷低頭啦、彎腰啦，去拎重嘢。亦都會有機會咧增加咗手部嘅壓力，過度疲勞咧引起媽媽手呢啲情況。高危人士咧可以包括喺其他職業嗰度，例如咧係經常捧餐嘅侍應啦，或者係要切嘢嘅廚師叔叔啦，攞鉸剪嘅髮型師啦，同埋電競選手經常用到我哋嘅拇指關節嘅一啲職業咧，都會屬於咧係高危人士患上媽媽手嘅機會咧都會增加㗎。咁但係點樣先至可以即係知道自己係有媽媽手？有冇啲自我檢測嘅方法？好，我哋咧有2個自我檢測嘅方法。首先第一咧，我哋可以攞隻手出嚟，用直接按壓嘅方法喺大拇指近手腕側嘅地方撳落去。如果有痛或者覺得紅腫熱咧，可能咧就係發緊炎嘅情況啦。第2個方法咧係可以嘗試下去拉扯下發炎嘅筋肌腱嘅。咁我哋咧就係伸隻手臂出嚟啦。大拇指向下，用4隻手指包住，往尾指方向拉扯。如果感覺到疼痛，甚至乎疼痛咧有蔓延向前邊，甚至乎前臂位置嘅話咧，有機會咧你嘅媽媽手咧情況比較嚴重啲啦。即係其實少少痛都可能係正常嘅。少少痛好似拉筋咁咧係正常嘅。咁但係如果拉扯嘅力度咧去蔓延咗，或者頭先講啦，手指唔喐都已經痛嘅話咧，你嘅媽媽手咧嗰個確診嘅機會咧都比較高啲咯。明白。咁呢個媽媽手一旦係患上咗嘅話，其實我哋係要睇脊醫啊、骨科啊，定係物理治療師咧？其實以上嘅所有專業咧都會幫助到媽媽手嘅，咁但係咧最主要咧係要有正確嘅診斷。專業嘅醫生或者治療師咧，佢哋會做一個詳細嘅病理分析啦，或者係收集病史啦。亦都會咧去做一啲筋肌腱嘅一啲測試啦。有需要嘅話咧，可能會用到超聲波嚟檢查，睇下發炎水腫嘅情況，或者咧我哋會配合 X 光片去排除一啲病理嘅問題。最主要咧揾出病因，到底係咪真係媽媽手？咁我哋咧就可以配合適當嘅治療，針對性去幫到呢個情況。咁所以其實治療係咪都有唔同嘅層次嘅咧？有咩方法嘅咧？係唔同嘅情況啊，例如輕度嘅媽媽手啦，我哋可以嘗試用冰敷去舒緩發炎嘅情況，或者配合咧去使用一啲手腕固定嘅裝置，減少手部嘅活動。但係嚴重起上嚟咧，有機會咧都要需要醫生或者專業嘅治療師去做一啲治療，包括咗我哋關節咧嘅矯正技術，活動翻手腕、手指嘅關節位置，超聲波去消炎或者係衝擊波等等呢啲機器咧，去重組啦，或者係刺激一啲軟組織，例如係韌帶、滑膜嘅修復嘅。運動治療咧，亦都可以去鞏固翻啲肌肉，去改善正確嘅手部姿勢嘅。咁有冇咩動作或者係一啲運動可以預防到媽媽手嘅？預防媽媽手咧，最緊要咧係維持一個正確嘅姿勢啊！咁所以我哋要注意避免咧過度嘅大拇指出力，改用咧成隻手臂咧會比較好啲。尤其是咧係媽媽抱小朋友嘅時候避免咧用太多嘅大拇指啦，同埋咧拇指向內屈曲，凹入去嘅時候咧，令到大拇指關節同埋筋肌腱咧縮短咗嘅話咧，呢啲動作我哋就需要避免啦。亦都要避免重複使用手指以及手腕呢啲地方。而運動方面咧，我哋嘗試可以做一啲伸展嘅動作。例如咧，我哋可以將我哋大拇指貼近尾指，外展拇指嘅地方，維持20秒，每日2至3組。另外一個動作咧係可以好似我哋頭先做檢查嘅時候，將手臂伸出嚟啦，大拇指包住，向尾指方向屈膝。同樣咧，我哋係維持20秒，每日2至3組嘅。
我哋咧再可以做一啲日常嘅手肌訓練啊。我哋手指肌肉訓練可以用一啲小工具，例如一個橡筋繩啦，或者係一個橡筋綁住我哋嘅手指前端，打開10秒鐘，定住，每日10次。好多謝 Benson 個分享啊！咁啊，希望大家輕鬆育兒啦。咁啊。